想再围住，为你知道的不需要知道，你几乎到了你的疲倦蔓延，几乎一如既往在打呼。选择自己想学的训练，直到想看到的一切，一切统统被控制着。那么大了，还是被捆绑着，你应该是就面对你他的。Let me don't feel me like a pig。你们要不要上来呀？没有是比较高的，总有天大家都幻化成结合。你看到的不过是躯壳，到了超和灵魂才是真实的躯壳。根本就没有人去教你别人走他的人们，他只把他自己觉得好的，他只把他自己觉得把你给吞。Let me don't treat me like a pig。Treat me like a pig. Solo. 来听到三。Don't treat me like a pig. 用我的话全都当了乱一样。连着像也一样的，自由模式也一样的，连着像也一样的。Don't treat me like a pig.可以来前面了吗？来，过来前面！太辛苦了吧，你们快过来啦！